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，點解我要虧？首先，申請根本唔係登記本人，更何況我哋公司其實冇做錯。就算做到，你知唔知道要嘥幾多人力物力？我明白公司冇必要咁做，亦都通知晒所有嘅客戶。今次嘅系統升級係需要自己將舊嘅資料轉換到新嘅系統入面，但係點解我哋唔試下幫佢呢？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啲嘢係對佢特別重要嘅。繼續，呢度嘅淨係喐個頭，眼神用力多少少。好，OK。好耐冇聽到你把聲啦，好忙啊？忙歸忙啊，記緊要食飯。阿爸聽日煲湯，你得閒就返嚟飲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爸爸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快啲許願啦！好耶！飲杯。
嘅留言。你已被接駁到你已被接駁到我要查個電話，我要查個電話。你好，歡迎致電流動電訊。請問有啲咩可以幫到你？冇咗，點解冇咗㗎？先生，呢度係電訊公司，你係咪打錯電話號碼？先生3年啦，已經3年啦。呢3年嚟，我按時交費，1分鐘都冇用過㗎，真係冇。你頭先許咗個咩願啊？阿爸冇個心願，只係希望你開開心心、快快樂樂。我只係想留住我女把聲，一把已經聽唔返嘅聲。Hello，我而家唔得閒聽你電話，有咩講低啦，我會盡快覆你㗎喇，拜拜。林先生，我哋呢度係流動電訊打嚟㗎，請你聽下，係咪呢一段？我過去那死黨，早晚共對，各也扎職以後沒法暢聚，而終於相約到，但無言共對，疏淡如水。日夜做見爸爸，剛好上身，卻霎眼看出他多了皺紋，而他的蒼老感是從來未覺。太內疚擔心，最心痛是愛得太遲，有些心意不可等某個日子，麻木地發奮，忙從來未知，幸福會掠過，再也沒法說中意，愛一個字也需要及時，只差1秒，心聲都已變歷史，為何未放肆？見我愛見的相知，要抱要問要親我，我而家唔得閒聽你電話，有咩講低啦，我會盡快覆你㗎啦，拜拜。相擁我所愛又花幾多秒，這幾秒，阿女，能夠做到又有多少？未算少，足夠遺憾忘掉，多少抱憾，多少過路人，太懂估計，卻不懂愛惜自身。人在發奮，想起他朝都興奮，但今晚未過，你要過也很吸引。縱不信運，你不過是人，理想很遠，愛於咫尺
卻在等。來日別操心，趁你有能力開心，世界有太多東西發生，不要等到天上